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我嘅頻道啊！咁今日呢，就係第一段用普通話同廣東話夾雜混合嘅影片啦。咁我哋而家，nice！ Coco fanto elefanto。爽唔爽唔爽啊！可惜冇天氣，冇上天氣，43分鐘，點解每次都完美避過晒啲天氣？咁嚟緊，如果有機會同我拍片嘅觀眾嘅話呢，都可以攞到一隻老虎之神嘅，隨便揀，可以2樓同3樓都3樓未放。攞到呢隻，同埋而家我室有個海嘯模式已經消失咗，絕版啊佢！嚟啦，最聰明嘅偷東西。Talpa di ferro。買啊！推出咗，又一個新嘅。咁今日嘅影片呢，就會好簡潔，呢個只係一個普通嘅影片啫。咁我哋就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